近师与书法展。最主要是我们书法班的同仁放学后，那在礼拜二的时间写的书法，希望透过书法，透过联谊，同时把作品供学生做参考，提升我们学校的这个书法的写作能力，还有文化气息。那我想从书法中，除了写字的优美之外，还可以体会到那个智慧跟人生相作伴。像我们近思语里有这一幅，就是胡从坐中得欢喜，会从善解得自在，好优美的一个座右铭。我们也希望学生从这些近思语中，可以激励自己的人生，好好奋发向上。书法不一定只是在追求书法之美，而在了解上人对这个境界的人生的这个真谛啊，也就是说，知和行要相生相处。我们在自省这方面来讲，这行还是比较重要的，不要说去分辨啊是哪一个易哪一个难。所以我们办近思语书法展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不要看他写的怎样怎样，最主要是你要感觉到他对于这个近思语的了解体会多少。把自己的身心灵沉淀下来，然后在一笔一画的运写当中，然后去感受到文字的美。到北港高中挥洒这个书法写春联，让每一个同仁都有过新年的感觉。那今年也很特别，我们的施美燕老师也特别帮我们展示了他今年这个春联的作品，非常不一样哦。除了这个书法的美之外，还有用画来把整个字跟画能够写在一起的美感。我很谢谢今年的书法活动。那今天有几个大师，包括吴仁茂老师、王金良老师、李荣进老师、那个郑文雄老师，李主任，还有我们的施美燕老师都来参加这个部分，很谢谢这个活动。我们学校老师都很期待每年能够拿到这个墨宝。画这幅画可以帮助学校，希望有缘人能够把画带回家，一起帮助学校，给孩子有更好的教育环境。